刚才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Keda varsiniva? 마찬가지다, 지치. Dichisida.这个在哪？这个出去探视。出去探吧。청와대에서 봤잖아. 근데 무슨 일이야? 지금 지지다 청순고 지금 공개해서 지내는 거. 근데 내가 결혼했으니 공주지. 공주지. 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生词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。주부第10，주부第10， 牛，购买，牛，购买，将物物品，将物物品， 식买看， 식买看， 퍼기那个， 퍼기那个， 기계项链， 기계项链， 광치大去，价格太贵， 孔七大去，价格太贵， 价减少， 价减少， 듀통上衣， 듀통上衣， 닝지부好看漂亮， 닝지부好看漂亮， 菜잠치试一试， 채점치试一试， 래比 래比 通话较短的， 통화较短的， 大大正好， 大正好， 록找， 落找 물시마零钱， 무시머零钱， 中金发票， 中金发票， 치刀， 旗刀， 检查首饰， 检查首饰， 勒度手镯， 勒度手镯， 不香， 不香， 塔죠金帆， 塔帻金帆， 鹿绵羊， 鹿绵羊， gam마金， gamma金， 马血最低， 马血最低， 케보便宜， 케보便宜， 소매牙膏， 소매牙膏， 체머가라白糖， 체마가라白糖， 그需要， 그需要， 터치纽扣， 탑치纽扣， 卡一斤， 卡一斤， 차盐， 擦盐， 쇼탐纸袋， 쇼탐纸袋， 바담花生， 바담花生， 아자大姐， 아자大姐， 말酥油， 말酥油， 쌀바新鲜， 쌀바新鲜， 퓨치藏刀， 퓨치藏刀， 青蛙念珠， 青蛙念珠， 말도酥油块， 말도酥油块， 갈로로 100元钞票， galor 100元钞票。前面我们学习了相关于购物一刻所要常用的句式，
学习了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学会了用藏语在藏族地区购物吗？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今嘛，借用。下堂课见。